Hello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恭喜發財啊！係啦，要講啲咩啊？12生肖屬蛇嘅人今年入邊好唔好啊？睇落去佢就係冇犯太歲，佢空星喎，又冇化解星嘅方面，做咩都好，事業方面要睇清睇楚，因為今年入邊咧少有破財，有血光之災，所以屬蛇嘅人我都希望你咧今年入邊咧去轉一個國運嘅方面，瞓覺嘅時候你嘅西地噃，你嘅左右嘅方面擠一支水。礦泉水又好，乜嘢水都好，擠一支水擠落你嘅床頭嘅旁邊嗰度嚟。人哋所講嘅打蛇隨棍上啊，擠一個拉扎解要皇帝木咧，擠落你嘅床頭，女子就右手邊，男子就係左手邊。咁樣今年入邊咧，千祈唔好擔保人哋錢銀嘅嘢喎，因為有官非喎。呢個官非啊，會影響到你自己會喺監獄嗰度嘅問題。得到人哋死咗嘅時候，你就千祈就唔好去望佢啦。望佢嘅方面咧，會影響到你嘅磁場嘅方面，唔係你嘅人小氣，係你嘅運小氣嘅。你今年入邊咧，我笑容多啲，同人哋講説話咧都要好啲，冇得罪人多。做事情咧就要自力更生嘅，要親力親為嘅方面咧，對自己就比較好啲啦。記得，每個初一係15入邊，男仔女仔嘅方面都唔好去轉發嘅方面嘛，明白？對你自己本身你嘅運、你嘅福分嘅方面轉咗去嘅方面，仲更加會少咗嘅問題。你嘅貴人嘅方面咧係一個屬雞嘅，同埋一個屬牛嘅，個黑色、紫色同埋青色係你嘅幸運嘅顏色。你嘅號碼係3同埋嘅7，雖然你冇犯太歲，明白冇？過新年嘅時候咧，最好去廟堂啊。去上下香啊，拜下嘅神嘅方面咧，對你自己就比較好啲啦嚇。我係講到呢度啫，OK，拜拜。